喺最新一集嘅 Insights to Excellence 入邊 ，Michael Jordan 談論咗關於邊個係史上最強 GOAT 嘅話題。佢仲講咗少少關於奧運會嘅嘢，同埋世界各地係咪正喺度追趕緊美國隊。對於體育迷嚟講，有一樣嘢係從來冇變過嘅，就係關於邊個係史上最強嘅爭論，邊個先至係史上最偉大嘅球員呢？所以好難得我有機會可以同其中一位被大家爭論緊嘅主角坐低去探討一下史上最強呢個詞。成個史上最強呢個稱號呢，我從來都唔會因為佢而覺得興奮或者失落。你知啦，呢樣嘢對我嚟講根本唔存在。我從來冇同 Oscar Robertson 或者 Jerry West 交過手，我好想同佢哋打，真係好想佢哋同我一樣嘅好勝。你知啦，我其實喺佢嘅身上學到好多嘢。我哋為之後嘅 Kobe 同 LeBron 鋪嘅路，係咪？對我嚟講，呢個就係籃球運動嘅魅力所在。後輩球員喺前輩嘅基礎上，將呢項運動推向更高嘅層次。但係本質上咧，呢個就係我哋諗法。你知啦，唔好用呢啲咁嘅反對嗰啲教識你打波，或者你睇佢哋身上學到佢嘅前輩。所以呢個就係我覺得好難接受嘅地方。你睇下，我好想喺我哋巔峰時期同 LeBron 仲有 Kobe 交手。你知啦。我真係好想同佢哋打一場，但係我哋永遠都唔會知道結果嘅。呢啲都係市場營銷炒作，仲有啲想將某一代人抬高過另一代人嘅手段。冇錯，我覺得咁樣會產生敵意。我對而家嘅球員冇任何敵意，但係確實有啲球員會心存芥蒂，因為大家忘記咗佢哋對籃球運動所作出過嘅貢獻。事實就係咁。呢種比較係冇意義嘅，呢個問題絕對永遠都唔會有一個真正嘅答案。呢個係沒完沒了嘅話題，佢爭論落去，你永遠都唔會得出一個正確答案。我明白，但係佢哋傾下都幾好100%同意，討論同想像都唔錯。我覺得 LeBron 有不可思議嘅職業生涯，好佩服嘅成就。仲有Kobe、KD 同埋所有嘅呢個時代打波嘅球員。我覺得佢哋極大地提升咗籃球運動嘅水平。我只係唔同意，當你開始嘗試將一個球員置於另一個球員之上嘅時候，咁樣係行唔通嘅，係唔得嘅。我哋永遠都唔會知道，咁樣會產生更多嘅問題。你知啦，唔係對我嚟講，我從來都唔會去理會呢啲嘅。但係對於其他喺籃球世代入邊尋找自己存在感嘅球員嚟講呢，我哋應該始終尊重、保留同埋獎勵佢哋，因為佢哋為之後嘅好多代人鋪好啲路。如果你咁樣做，你喺某種程度上，我係指 Jabber、Will Chamberlain， 仲有啲過11次冠軍嘅 Bill Russell， 我係話你點可以就嚟將佢哋推埋一邊，然後話我哋唔會再諗起你嘅。你知啦，我哋已經忘記咗你。你知啦，呢個就係令我覺得困惑嘅地方。呢項運動喺國際上嘅發展。我嚟緊2028年洛杉磯奧運，美國隊喺主場打籃球，可能好難攞到金牌。睇下世界各地嘅水平，你對住我反白眼喎。只係因為我覺得美國籃球實力太強，我覺得我哋嘅理由會輸。好啦，但係已經唔係84年嗰陣，唔係你嗰隊波嗰陣，係咪？佢哋嗰種統治力，時代進步嘅。睇住嗰班球員為國家隊效力。係好大件事，好正係咪？係好大件事。呢種籃球你應該好中意嘅，係咪？係嗰種感覺好真摯，完全唔涉及金錢利益，係純粹嘅熱情，對國家嘅奉獻，仲有對籃球嘅熱愛。冇錯，奧運嘅經歷對你有咩影響？對我嚟講，佢將我個名由 Mike Jordan 變成 Michael Jordan。你知啦，代表國家感受84年美國隊嗰種能量。住咗選手村，了解同埋同其他運動員相處，嚟到佢哋嘅熱情同努力。你住過選手村嗰陣一定好型，絕對係。隨住時代進步，情況明顯唔同晒。92年，我哋租咗成間酒店，我哋同其他人隔開晒，去比賽場地都有警察護送。我意思係完全係另一種體驗。我意思係，如果你問我邊次呢，我最享受邊次，一定係84年。